今日會開始頒呢個2026年至2027年度嘅最佳員工選舉嘅。咁呢個係由天津住宅業主小組委員會及呢個港鐵客務處合辦嘅。咁我哋今日好榮幸邀請到我哋嘅主席黎兆聰先生為我哋頒獎嘅。唔該晒。好啊，咁啊，照樣同大家講兩句嘢先，好似聽唔到咁樣。好嘅，較大聲啲。嗱，唔緊要啦。咁今年咧已經係差唔多係第10年㗎啦。我記得係我哋每年咧都會秉承呢一個優良嘅傳統啦，即係希望獎勵翻表現傑出嘅前線同事。咁啊，清潔啦、會所啦、保安咧。AUX 模式。呢個大陸嘢啦。嗱，咁樣今年咧嗰個保安軍裝嗰度咧，我就加咗個名額嘅，應該係由2個加到3個嘅，如果我冇記錯嘅話，咁啊更加多人得獎，會更加公平，係啦，咁亦都係獲得相關嘅承辦商正成嘅支持啦，咁啊加大咗嘅個贊助，咁啊非常感謝啦咁多個承辦商啦，即係我哋正成保安公司清潔嘅真力公司。會所今年啱啱入場嘅帝豪會啦、豬油級啦，我哋全力嘅支持，咁贊助我哋嘅頒獎，咁獎金咁樣啊，希望獲獎嘅同事咧係一個開心之餘咧，亦都係俾咗其他成員一個鼓勵啦，同埋我哋嘅榜樣啊。咁咧保安公司嚟講咧，希望咧都可以咧就增加佢哋處理危機事件嘅速度，係啦，例如即係響火警鐘或者係水缸冇水嗰啲咧，希望可以加強訓練下次再遇到呢啲事情嘅話咧，可以快啲去處理，咁減少對居民嘅影響。OK， 咁清潔公司嘅要多多留意有咩地方嘅出現積水啦，係咪啊？譬如落大雨之後，有啲地方嘅係因為屋苑嘅設計嘅問題咧，凹咗落去嘅，都要加強清理嗰啲積水。咁同埋咧，夏天嚟講咧，要做多啲滅蟲同埋滅蚊，因為都有啲居民咧投訴呢方面嘅，咁希望大家注意下，因為我哋清潔公司咧合作咗好多年㗎啦，已經對你哋公司都好有信心，咁同埋都知道你哋嘅專業啦，咁同埋嘅資源嘅安排。咁呢度希望我哋加強翻少少。咁會所方面最緊要咧就係要 keep 住我哋前線員工，因為都知道咧嗰個流失率可能會比較多啲。咁咧經理咧要做多啲培訓，做多啲鼓勵，做多啲關心，因為前線員工咧都係好多挑戰嘅，要面對客戶咧好多投訴各樣嘢，有啲係合理，有啲嘢唔合理。咁樣心理輔導方面咧要交翻俾你哋。咁咧嗰啲前線同事嗰啲knowledge點樣去應對咧，要做多啲即係做多啲drilling 啦，即係做多啲角色扮演嗰啲咁樣，咁樣佢先至唔會驚咁先至唔會俾問題咧發達，咁先至可以咧減少個流失率，咁就可以加強個服務啦，好嗎？咁開始呢個頒獎嘅儀式啦，好嗎？唔該晒。將批翻俾你。頒咁我哋首先頒發嘅係保安部嘅同事，咁首先有請呢個周慧珊領獎。係 hello， 多謝晒。咁全部有呢個題，我哋影翻張相先啦。係，準備。一齊拍先。好，3、2、1 ，OK。OK 啊。OK 啊。跟住接住落嘅係李錦雲先生。係，好啦，多謝晒，實至名歸啊。OK， 影張相先。好，準備3、2、1 ，OK。好，唔該晒。跟住係梁子蘭小姐嘅，咁就會由保安部代表領獎嘅。好，唔該晒石 Sir。你好。哎呀，死多啦，要早翻工嘅真係。好，冇緊要。OK。OK， 好，唔該晒。跟住係譚文景先生。呢位新面孔啊，你係咩崗位㗎？係 GSO。GSO， OK， 努力加油啊！好，3、2、1，可以。好，唔該晒。跟住係戴志文，咁都係由保安部上場代表。好，一不離二啦 ，OK。唔該晒，係唔驚，唔係握手啦先。影多次，好，3、2、1 ，OK。OK， 好。跟住係鄭少英小姐。
呢個真係我哋最佳保安員啊！多謝劉主席。啊，繼續努力啊，繼續努力。天信冇咗你唔得啊！唔好講。 OK，真係冇咗佢唔得嘅。冇咗佢真係唔得，冇咗我可以，冇咗佢真係唔得。跟住係姜千威先生。又有一個新面孔啦，努力加油！多謝你，主席，努力加油 ，OK， 俾心機。好 OK 好，接住落單嘅係會所嗰邊部分嘅，咁會係得獎係余俊輝先生。呢個真係要打 pat pat 啊，真係 OK 啊，努力加油啊，好辛苦晒， 3、2、1 OK。 OK 好，跟住係余婉曼小姐。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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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影張相先我哋。呢度3、2、1 OK。接住又會翻呢個清潔嘅部門嘅，咁就會係仇志明小姐。恭喜晒主管，繼續努力去帶領我哋嘅團隊。睇緊啲嘅知唔知啊？睇緊啲 OK 好。呢度3、2、1 OK。 OK OK 好。跟住係朱小燕小姐。好，努力加油，努力加油，努力加油。OK， 恭喜晒，恭喜晒。係望住呢鏡頭影度相先。 3、2、1好，唔該。咁佢最後一位係黃玉花小姐嘅。啊，恭喜晒！呢個我哋一人一票選出嚟㗎。啊，多謝晒，我哋影相先，有少少嘅獎勵。好，3、2、1好。 OK 好。有嘅，麻煩主席可能要留我哋一張。好啊，我哋影張大合照好冇？嚟，我哋影張大合照，留個紀念啊，石 Sir。阿 Nelson 咧，嗰啲呢邊咧，我哋啲左右手，係啦，得獎嗰啲攞住嗰啲信封嗰啲咧，係啦，靚仔嘅。OK，我哋咁樣。有冇人遮住 ？OK， 呢個遮唔遮到？有冇遮到？遮到冇。OK， 好好。OK， 好。好，準備3、2、1 OK 啊。好 OK 啦。唔該晒各位，好，唔該晒各位，恭喜晒，恭喜晒，繼續努力，繼續努力啊，繼續努力，OK， 繼續努力啊。